当全国女力第一高票伫台南的菲菲姐姐，当着台湾代理权嘛伫台南的泰迪熊，到底有啥物款的跨界合作？上午推出第一波的联名文创商品，非常厉害的手摇扇，希望互政治不只是政治，嘛会用的充满可爱、经典加疗愈。我们的熊爸就是我们泰迪熊在台湾的代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在我们台南。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泰迪熊。那我一直期待，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跟泰迪熊结合，那会擦出什么火花？所以当时候，哇，我跟熊爸碰面的时候呢，熊爸非常开心，而且就这样子答应了。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是我的荣幸，而且当我拿到了这个全国女性的第一高票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我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代表台南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又跟我们的这个台湾代理权在台南的这个泰迪熊呢结合的话，这个异业结合，而且是政治哦，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可以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推出了第一样的我们这个扇子手摇扇这叫这个飞熊灰熊女力然后灰熊厉害，台南第一，然后熊爱菲菲。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手摇扇，可以陪着大家一起用最可爱的菲菲跟最可爱的熊熊泰迪熊，陪大家一起过这个最炎热的夏天。当我们菲菲遇到泰迪熊，叫做灰熊厉害。再过一阵子也希望泰迪熊跟菲菲一起当导游，带大家一起游台南，好不好？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看到这各式各样无同大小、色彩的泰迪熊，相信不只是小朋友的最爱，同时嘛唤起不少大朋友囡仔时代的回忆。这届菲菲姐姐甲泰迪熊的跨越革命正式签订合作备忘录。未来将推出一系列跨界联名的活动，到底菲菲姐姐甲泰迪熊会擦出什么款的火花？菲菲姐姐嘛正式公开来征求非常厉害台南第一的 logo 设计图，希望伫个菲菲姐姐甲泰迪熊异业革命满一个月时，会将所有的设计放伫个家己的面册社群进行网络的票选，选出第一名的作品。并颁发奖金1万块。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